继续关心，这个月初才恢复出口去中国的大东往来食客，第一批有2.9万台斤，结果只有一个货柜通过中国的海关，另外一个是和中国指控讲货柜内底有虫，即食客有虫，所以袂使入去。大东农会即马爱办理体温，大东县政府是呼吁中央赶紧斗3工。咱农业部表示，迄当时咱有检查无问题才发证书的，因是即马咱过来是呼吁对方中国爱甲检疫的规定规范讲互清楚。工作人员摕喷枪、详细喷枪器，避免害虫掉伫顶面。中国禁止输入大东的往来食客，地方强化管理，努力来改善吃货甲包装的流程，减少虫害。严过顶个月首发，恢复销往中国的43.3吨，就是传出一个货柜，互中国抽检有害虫互体温。大东县政府讲，这间包装厂先停款10天，严过也发为中央，应该最好出关进行检验，若害虫无用出口。在品质检验的部分，的确在国内是要中央防检署的协助。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部分协助县政府和农民。放行出口的防检署强调，因为中国无提供新的检疫的规范，所以讲依照既定方法取样检疫，确定无白骨新者有害生物。选取一定的箱数之后，在箱子里面的果实，我们都会做全数的检查。那确认没有介壳虫这些有害生物之后，我们才会发输出植物检疫证明书。为了重新启动中国市场，大东县政府积极辅导农民甲包装厂来除虫，到底是倒位无检查到，或者讲保护假设的水果网有当时还附着虫卵也是虫仔囝。那在进入包装厂的清洁区的时候，就必须要去把它换成一个新的。不过，防检署到即阵也未知道中国方面无合格通报，也难以具体来应用。农业署也讲有继续研发新的技术来防治这个害虫。已经研发出来2台。这个用洗选的，或者是用把它罩，用玻璃罩起来，让这些虫不会再飞散。用这种方式来让它的安全度能够达到99%以上。真无简单，重新恢复终端这边2年的贸易，拍头阵的头一批，佫被检出一个旧的问题，是不是影响后续输入也有待观察。防检署也佫再呼吁中国方面赶紧提供检疫的规范，经由2方的平台来讨论。另外一方面，农业署又继续推动往来食客的加工，新研发的产品会伫便利超商来卖。署长吴忠一讲，受到风台影响，往来食客减产4成，今年生产伤多，村内现象可能成因讲是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